旅游继续要来关心后日拜五就是中秋节3天连假，公路总局嘛先预告讲可能会塞车的路段，也有时间。若是咱看到国道1号一寡路段，也有冲冠线、省道，也有车拢有可能会有叉的情形。另外，咱看到苏花公路、南环公路，另外还有台64线、台65线、台74线拢在内，也有这个观光风景区，就是日月潭、这个瑞丰到福隆、清境农场，也有咱看到，毋那是干那安尼尔，国大游乐场共款嘛是要特别注意一寡另外车路，就是这个六福村，也有剑毛山、小人国、二代世界在内。公路总局呼吁民众，不管是要注意上新的路况，安尼才会当闪开塞车的路段。中秋连假就要到啊，3天的假期，有人会回去故乡，嘛有人要把握时间去佚佗。公路总局就先预告有可能会塞车的路段。大概预估今年会塞车的路段，应该主要还是苏花公路。苏花改的部分，另外就是我们南部的这个南回公路的部分。那国道一部分的路段有可能会塞得真严重，公路总局嘛整理16条省道、甲13个地方政府的大型活动、甲观光景点，拢有可能会塞。省道方面，东西向主要的道路，包括苏花公路、南回公路等等，佮有接去高速公路的路段，像讲台64线、台65线，佮有搭客接国道5号的路段，嘛拢有可能会塞。另外景点包括北海花、福隆、清境农场、日月潭这些所在，人嘛拢有可能会真多。游乐园当然嘛要注意，其中上行的六福村、小林国、剑湖山、甲二代世界边仔的路，嘛有可能会大塞车。像国道下来要到苏花公路苏花改起点这个路段，像他就可以去这个选择像走台2线或是台9线。若使替代道路闪过塞车，另外买当加坐大众交通工具会有优惠。若要去你国道的人爱注意。连假的头一天是车上多的时阵，预估会有128万车公里，掌握上新的交通消息，避免出门塞地路的记者综合报道。